这是香港大埔区洪福军的事故现场。多謝 Vincent 基金會能夠特登知道香港呢啲情況發生呢咁大嘅火災，特登可以派人過嚟為我哋香大埔人能夠捐贈到我哋嘅物資，非常多謝你哋嘅支持同埋關懷，多謝。多謝 Vincent 基金會捐咗好多物資俾大埔嘅災民家庭。多謝 Vincent 基金會咧就捐咗咁多物資派發俾義工同埋始終送炭買咗需要嘅家具嚟，多謝 Vincent 基金會。